政府为着要来稳定着翠暗的会员甲绩效，所以翠暗是用统一征收的政策。民众买翠暗爱用健保卡，一个人7天会当买2片，一片是5块。来看周刊有一篇的报道，讲台南市有某一间的药房偷藏翠暗，讲因有100万的会员，这个翠暗一片卖到15块，半个月至少是赚3000万。这有趁着灾难来囤货趁钱的嫌疑，再去消保官甲警方找上门，头家娘是出面发冤枉。目前有人爆料说你们这边有口罩囤积，消保官甲警方上门讲这间药局囤翠暗。为什么没有进货？我们哪来的进货单？就没口罩，哪来的进货单，大姐？那你们的销货嘞？我们也没有销货单，我们现在。消保官之所以爱进货单，是怀疑业者非法囤货。几十万那个部分是预购的吗？预购的啊，大姐哪来的口罩？伊讲订单拢是注文的，面对媒体的时，伊嘛是安尼伫讲。是哪一间？我要告他诽谤。是哪一间？欧北贡。对。我们只是跟客人讲说你要订，没关系订。然后，但是不知道哪时候来。台南市这间药局有周刊报讲，伊咧囤货，消保官赶紧来开站，请他提供相关的一个进销货的一个单据，来证明说是不是有囤积或者是有哄抬的一些状况。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，中央实施一个人7天内会使买2片翠暗的政策，一片翠暗5块，用安尼来稳定会员甲绩效，无永远有人乌白来。